歡迎入嚟齋聽唔使睇，今日繼續同大家講網友分享嘅真實無廁事件。無廁事件係指時空錯亂、時間滑移、曼德拉效應之類嘅奇異事件。齋聽唔使睇，一齊嚟聽故事啦！我仲記得嗰日喺邁阿密嘅情景，因為一切都突然變得好怪。機場人聲鼎沸，飛機上滿座乘客。我坐喺靠窗口位，夾喺一個睇報紙嘅男人同一個抱住嬰兒嘅女人中間。飛機起飛嗰陣，成個機艙都係引擎嘅噪音。我好快合埋眼想休息，差唔多即刻就瞓着。點知醒返嗰時，乜都變晒。飛機靜到好唔正常。我捽捽眼，四圍望，座位幾乎全部空晒，只得幾個乘客零零星星咁散佈喺機艙入面。呢種感覺好古怪，我好迷茫，好似瞓咗好耐，但又唔肯定究竟瞓咗幾耐。我望出窗外，只見一片於蒙蒙嘅神秘霧氣。飛機已經落咗地，但呢個地方完全唔似我見過嘅任何機場。我開始覺得有啲唔對路，我哋喺邊度？發生咗咩事？當我試圖拼湊發生咗乜事嘅時候，我見到一個着制服嘅男人沿住走廊行過嚟，佢好似係機組人員，但唔係我之前記得嘅空服員或者機師。佢表情好嚴肅，喺度檢查頭頂啲行李艙，掃視空蕩蕩嘅座位。我心跳加速，想問佢我哋喺邊度，其他乘客去咗邊，但喉嚨乾到講唔到嘢。呢種感覺好怪，因為我從來未試過咁。我四處想揾人幫手，但好似冇人留意到呢個男人。佢繼續檢查，然後就喺我視線範圍內消失。我坐喺度，又亂又驚，試圖搞清楚到底發生過什麼事。突然間，一切變成一片空白，好似有人喺我腦海入面閂咗個掣咁。我完全唔記得之後發生嘅事。唔知過咗幾耐，當我回過神，飛機已經降落咗喺亞特蘭大。空服員喺度接待我哋，一切都回復正常。但我知道有啲嘢唔對路，好似拼圖少咗一塊咁。我永遠都唔會完全明白嗰日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，就算唱晒歌都唔會知。飛機喺亞特蘭大着陸，當我企起身收拾行李時，又發現一件怪事，機艙幾乎係空嘅。呢架飛機好似唔係我喺邁阿密上機嗰架。我環顧四周，越睇越驚。我喺邁阿密上機時，機上坐滿乘客，而家大約有90%乘客唔見咗。原本滿座嘅機艙，而家變得空蕩蕩，剩低幾張熟悉面孔，包括我自己。我試揾翻嗰個睇報紙嘅男人，同抱住嬰兒嘅女人，但佢哋都唔見咗。飛機門一開，我就嘗試揾空服員詢問，我想知道啲人去咗邊，發生咗乜嘢事。但空服員好快咁催我哋落機，面上帶住繃緊嘅笑容。我大叫：請問喺邁阿密起飛時嗰啲乘客去咗邊？一個金色短髮嘅空服員掘咗我一眼，但冇停低腳步。佢話：先生，請先落機，你可以喺登機門揾人問。我試圖抗議，但佢溫和而堅定咁引導我行去登機橋。我見到其他空服員都好似好急咁，佢哋好熟練咁帶住剩低嘅乘客離開。喺登機門，我嘗試去問幾個工作人員，但佢哋唔係唔理我，就係用含糊嘅話語敷衍我，話會有人幫我。對於失蹤乘客嘅問題，佢哋只係緊張咁掘咗我一眼，俾啲有禮貌但完全冇用嘅回應我。明顯冇人想講究竟發生咗乜事。我覺得好沮喪同不安，但最後都不得不放棄。抵達亞特蘭大嘅興奮被呢件失蹤乘客事件掩蓋。我希望有人可以同我解釋，但好似每個人都決心唔提呢件事。我清楚記得高中嗰陣最倒霉嘅一日，因為嗰日影響咗好多人，甚至仲有人受傷。雖然件事已經過咗好多年，嗰日係個好寧靜嘅星期日下午，我喺客廳坐緊，電視新聞突然播出一單好震驚嘅消息。我哋高中一個叫丹尼克南德茲嘅學生突發性精神崩潰。
丹尼係我識但唔熟嘅同學，佢有啲怕醜，平時唔係點同人來往。佢係一個唔太起眼嘅人，但每個人都知佢係邊個。嗰日，丹尼揸車衝入咗一間炸雞店餐廳，嗰度係好多人經常去嘅熱門地點，特別係週末。丹尼當時心態好暗黑，頂唔住心理壓力。佢揸車衝入餐廳停車場，場面好混亂，撞傷咗幾個嚟食飯嘅人。雖然好彩冇死人，但都造成咗好嚴重嘅傷害。我記得喺新聞見到嘅呢一切，佢哋播出餐廳現場嘅畫面，救護車同醫護人員四圍走。我望住呢一切，覺得好沉重同悲傷。丹尼係我哋日日見到嘅人，但冇人真係了解佢。我諗起嗰啲受傷嘅人同佢哋嘅家人，真係好難接受一個我哋日日見面嘅人會捲入呢啲咁悲慘嘅事件。後來我聽朋友講，丹尼一直以嚟都面對好多個人問題，但冇人真係知佢喺度煩緊乜嘢，或者係冇人在乎佢嘅煩惱。呢件事提醒咗我，有時啲人喺度經歷緊一啲我哋冇辦法理解嘅痛苦，如果大家都視而不見，最終可能會導致非常嚴重嘅後果。事件之後，丹尼得到咗啲幫忙，社區團結起嚟，支持受傷嘅人，大家試圖搞清楚發生咗乜嘢事。嗰段時間好艱難，成為我哋社區創傷性嘅共同記憶。我有時都會諗起呢件事，佢提醒我要關心彼此，同喺可能嘅情況之下，俾多啲支持。幾年後，我有一次好古怪嘅經歷。我喺郵局排隊寄包裹嘅時候，啲人喺度傾偈同等候。我見到艾莉卡·克南德茲，佢係丹尼嘅家姐。艾莉卡同我高中時係好朋友，畢業後我哋冇乜點聯絡，但我一睇到佢就認得佢。我猶豫咗一陣，然後決定同佢打招呼。我話：艾莉卡，好耐冇見。佢抬頭，面上露出意外表情，同我講：嗨，真係好耐冇見。之後，我哋傾咗啲往事，講咗啲各自嘅人生同高中後嘅變化。傾下傾下，我突然有股衝動，想提起丹尼。我唔知點解，但我想知佢點樣處理呢件事。於是幾分鐘後，我話：我記得嗰陣，丹尼嗰陣，應該係一段好難捱嘅時期。新聞報道話，佢揸車衝入炸雞店，撞傷咗好多人。艾莉卡嘅笑容即刻僵住咗。佢眼神好迷茫，回答我話：你講乜？從來冇發生過啲咁嘅事。我知道佢係好人，可能係出於愛護弟弟嘅緣故，佢先會否認。但我唔中意人哋講大話，所以我話：你咁講係乜嘢意思？嗰件事上晒新聞，佢揸車衝入餐廳。艾莉卡即刻打斷我嘅話，用力搖頭話：我唔知你講緊乜，丹尼從來冇做過啲咁嘅事。艾莉卡嘅表情變得好僵硬，語氣都變得好疏遠。佢話：我諗你可能記錯，丹尼確實有過艱難嘅時候，但絕對唔係你講咁，佢絕對冇做過傷害其他人嘅事。我唔知點樣回應，完全懵咗。我知自己見過同聽過啲乜，但艾莉卡呢個應該最清楚件事嘅人，堅稱呢件事從來冇發生過。我腦海一片混亂，試圖理解呢一切。我係唔係幻想咗成件事出嚟呢？係唔係我搞錯咗啲乜呢？跟住我哋用較輕鬆嘅話題完結咗嗰次對話，但我離開郵局時，空氣感覺更加沉重。我記得新聞報道炸雞店現場嘅混亂畫面同涉及嘅人。我仍然覺得艾莉卡係喺度否認事實，試圖保護弟弟同保護自己唔受痛苦回憶嘅影響。定抑或呢件事背後有更多我唔明白嘅秘密？呢件事喺我心入面留低咗好多疑問。有時我會諗，我哋嘅記憶會唔會同我哋開玩笑？又或者我哋對事件嘅理解，唔知點解出現咗漏洞同差錯？我不停回想同艾莉卡嘅對話，試圖揾出啲清晰嘅答案，但一無所獲。後來，我決定喺得閒嘅時候去做啲研究，希望搞清楚真相。一開始，我以為艾莉卡講大話，但後來我開始懷疑係我黐咗線。我喺網上揾新聞檔案，揾任何同丹尼克南德茲炸雞店同我記得嘅
同事件相關嘅資料。幾日變成幾星期，我揾勻所有資料，包括文章、新聞片段同本地報道，但都揾唔到任何關於丹尼或者汽車撞入炸雞店餐廳嘅報道。我好沮喪，決定擴大搜索範圍，揾同一時期可能發生嘅類似事件，因為我懷疑係自己搞錯咗，例如地點、時間之類呢啲細節。之後，我揾到一則關於艾合餐廳車禍嘅新聞，細節同我記憶中嘅事件好相似。嗰件事係一個司機喺餐廳外撞傷咗幾個人，造成嚴重傷害。呢件事同我記得嘅丹尼事件喺時間上係一樣，但地點完全唔同。艾合事件同我哋高中嘅任何人都冇關，司機都唔係我識得嘅人。呢個故事好似同我記憶中嘅好多細節吻合，有人受傷，現場亂晒龍，但佢同丹尼或者炸雞店完全無關。我越係深入研究，越開始懷疑自己嘅記憶出錯，或者我將兩個唔同事件嘅故事搞亂咗，又或者我完全記錯晒成件事。我試過聯絡其他可能記得呢件事嘅高中朋友，但好驚訝，大多數人都話唔記得我提及嘅事件。有啲人模糊咁提到，佢哋好似聽過車禍嘅事，但記唔起具體細節，就好似我記得嘅事件喺集體記憶中突然消失咗咁。我越係深挖，越係質疑自己，我係唔係患咗老人痴呆症，抑或成件事係我想象出嚟，定係發生咗某種集體失憶？我相信自己嘅記憶係準確，但證據或者話係缺乏證據，好似都指向另一個方向。有一晚，我瞓喺床上，但瞓唔着，我喺度諗，記憶究竟係點樣被改變嘅呢？或者真相係喺我嘅記憶同艾莉卡講述嘅事實之間？呢件事對我嚟講感覺好真，但冇新聞報道支持，我到而家都冇明確嘅答案。呢件事仲係一個未解之謎。嗰陣係一個凍到震嘅秋天早晨，我準備去母校做代課老師。嗰次係我第一次見到自己。我喺高中母校嗰條舊走廊行緊，嗰度仲有啲舊書同鉛筆嘅淡淡氣味。不過而家主要用電腦做嘢，我知呢啲氣味好快就會消散。返到嚟呢度，感覺有啲怪，好似返咗一個好多年冇踏足嘅地方。我嘅腳步聲喺走廊上輕輕回蕩，陽光從高處嘅窗戶射入嚟，喺地板上投下長長嘅影子。當我轉過儲物櫃嘅角落時，我見到一個同我一模一樣嘅人。我眨咗眨眼，以為自己眼花，再睇，真係冇錯，嗰個人就係我。佢有我嗰啲亂糟糟嘅棕色頭髮，着住我成日着嘅綠色外套，甚至仲有同款藍色牛仔褲。佢好專注咁望住儲物櫃入面嘅嘢，完全冇注意到我嘅出現。我驚到癲咗，想大聲嗌，但聲音好似卡喺喉嚨度咁。呢個情況就好似望住一塊鏡咁，但鏡入面嘅倒影係活生生嘅，而且冇左右調轉。我雙腿好似黐咗喺地板咁，喐都喐唔到。係咪有人惡作劇，想整蠱我？係咪應該有個合理解釋，只係我諗唔到？我驚到傻晒，淨係識得望住我嘅分身。佢閂埋儲物櫃，轉身。我哋嘅目光短暫交匯，我喺佢眼中見到驚恐，佢見到我都好似見鬼咁，大驚失色。我試圖鼓起勇氣行前同佢講嘢，但我隻腳唔聽使。同埋，我要同佢講咩呢？唔通話嗨，我係未來嘅你？呢個諗法好荒誕又好愚蠢。我額頭冒住冷汗，喉嚨哽住，每行近一步都好似喺厚重嘅泥濘中跋涉。我嘅分身留意到我嘅猶豫，退後咗幾步。佢同我一樣咁驚。我可以喺佢眼中見到同我一樣嘅疑惑。佢轉身走開，喺另一個轉角處唔見咗。我呆咗喺度，然後突然有種想偷睇嘅衝動。當然，我嘅分身已經唔喺度。長長嘅走廊通往出口，空無一人。當我終於喐得返嘅時候，我即刻衝出學校，心臟仲喺度狂跳。
我唔明白發生咗乜嘢事，但呢次相遇真係嚇死我。我行入課室等學生，腦海全部都係啱啱嘅情景，同埋一啲恐怖嘅諗法。我見到自己，但唔知點解，亦唔知意味住乜嘢。我只知我好驚，驚到唔敢面對呢個分身，而佢以某種古怪嘅方式突然消失，好似返佢原本嘅空間咁。我12歲嗰年，放學返到屋企時，第一次見到嗰隻貓。太陽仲高高掛起，屋企前門同平時一樣吱吱作響。我將背囊掟低喺地，急不及待想放低書包去拎啲零食，但一入屋我就呆咗。喺我哋屋企嘅老九旺財成日瞓嘅梳化上，蜷縮住一隻黑毛綠眼嘅貓貓，佢用平靜又好奇嘅眼神望住我。我掘住佢，懷疑自己係唔係發緊夢，或者有人帶咗隻貓嚟我哋屋企暫養。我即刻大聲嗌：媽媽，有貓貓！媽媽行入客廳，見到我時露出驚訝表情。佢話：你早咗返嚟喎。然後佢望向隻貓，我問佢隻貓係邊個，佢話佢係小花，佢同我哋一齊好多年嘅啦。好多年？我肯定自己從來冇見過呢隻貓。我成面黑人問號。我同媽咪講，我完全唔記得見過佢。媽媽同爸爸交換咗個眼色，爸爸喺廚房洗完手，抹乾手後行過嚟，表情同平時一樣冷靜。佢話：我哋養咗小花好耐啦，佢係我哋屋企嘅一份子。我唔信佢，我哋屋企又唔大，但我真係從來冇見過呢隻貓。我哋屋企嘅老九旺財成日霸住呢張梳化，如果有隻貓喺度行來行去，我肯定會留意到。我話：媽咪，我唔係講笑，我真係冇見過小花。爸爸媽媽又交換咗個眼色，媽咪嘆咗口氣，喺梳化上坐低，拍咗拍旁邊嘅位置，同我講：有啲貓會揾到自己嘅位置，好似隱形咁生活。爸爸點頭，但眼中閃過一絲不安。佢同我講：小花同我哋一齊好耐，佢唔中意打擾人，我哋都唔打擾佢。我喺媽咪旁邊坐低，眼睛及住小花。佢伸展咗一下身體，又縮返去，好似對我哋嘅對話完全冇興趣。望住佢，我知有啲嘢唔對路。我話：我哋可唔可以遲啲再講呢個話題？我真係唔明佢點解會喺度，而我從來未見過佢。媽咪點頭話：好，遲啲先再傾。而家我哋去廚房，我試緊小紅書見到嘅新食譜。我起身去拎零食，忍唔住回頭望咗小花一眼，佢已經瞓着咗，身體隨住呼吸起伏。呢個情景令我更加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搞清楚到底發生咗乜嘢事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，如果你對故事內容有乜嘢睇法，請多多留言同大家分享。最後，記得訂閱、按讚同分享。訂閱完全免費，唔會帶嚟任何麻煩，但我哋訂閱人數不足，就有啲麻煩。希望未訂閱嘅觀眾聽眾可以高抬貴手，感謝收聽，我哋下次見。